来看标题起惊，下晡3点外，有一个40多岁姓曲的查甫人手举来刀乌白乱攻击，有3个人受伤。这伤者内面的其中2个是国小的查某囡仔，目前拢送病院治疗啊。这个嫌犯犯案了后，伊是登到因兜，落尾警方是用电击枪来解制服，才发现讲有案底伫咧10年前呢，嫌犯伫超商甲4个人抬着伤，今年9月才拄互拐出来尔，这犯罪动机佫需要调查。 这个夜刀啊，西区的嫌犯伫咧港渡受伤了，登去厝和警方对峙。就算警察已经严惩对准伊，伊嘛是无愿意就范，面拢无表情，嘛无得插警方。警察加派1万人力到场，接落来警察分散伊的注意，落尾电击枪开2枪了后，就冲过去甲压制。 西区的嫌犯落尾互逮捕，押去伫警察车。初日下晡要4点的时阵，当时下课要登去厝的时间，西区的嫌犯举刀啊，伫苗栗市车站附近的超商，看到一阵白册包的学生就过去攻击，有2个11岁的查某囡仔受伤，有1个人是倒行砍红拄着伤，伤势严重，佫有1个查甫人嘛互攻击，这边顶悬的巴肚和脚侧片拢互拄着伤。我们看到小孩子这样子。 受伤，我们就觉得心情很不好，对，我们自己要相信，他们好好在家里，现在警察在警戒，希望他不要再出去害人哦。西区的嫌犯刚拄着伤了，走登去厝举刀啊，和警方对峙，落尾互制服逮捕。伊今年9月拄对监狱出来，伫人力中人遐做工课无偌久。因小弟讲，伊技术食毒了后，情绪无稳定。这几天有干嘛吗？没有啊，不晓得。对，就你们俩兄弟住了。对，他有结婚吗？没有。他远警到场现场。 该名男子已经离开，那本分局也立刻通报线上警力实施围捕。警方表示讲，西区的嫌犯2015年捌伫超商甲4个人拄着伤，是一般毒品列管人口。即摆伊阁犯随机伤人的案件，会进一步调查伊做出这种代志的动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